不是没有播放清单呐、这是 YouTube 啊，技术还没有办法处理，几百项啊，有几百项的播放清单呢、你看播放清单，你要重新整理，按这边重新整理才会跑出来。你看清单有这么多种，有已经建立的，是属于自己影片的，还有储存的，这网络影片的啦，或者是第二个账号的这个频道的影片呢，储存的播放清单不一样啊。已建立的播放清单，然后这个是版面设计的，版面设计有很多种，从这个自己的频道进去影片管理，是制定频道了，选那个制定频道，也可以选那个不同风格的播放清单。你看首页，你看首页，你看这个，不同的区块，这个就是啊，还可以连接，你看他看的最多的影片都排出来，是电脑功能。按这个右上角这个图，自己账号的图示，然后我的频道，然后有没有看到制定频道？有没有按一下制定频道？点按那个制定频道，制定频道就可以设计了。你看版面配置，你看版面配置有为那个专为订阅者提供的，所谓主要影片画面缩图，或者是为回访老客户啊订阅精选的影片，精选版面里面上传的影片，已经建立的播放清单，731个，你看已经建立的播放清单731个。截图，看到截图，有什么程式可以截图 ？Firefox， 火狐了 ，Firefox。有没有想要把这个游标变大，要加颜色呢？用这个啦，用这个是萤幕录影的程式啊。这个啦 ，OCAM 啊，这个萤幕录影的程式，游标会变大，还有可以加颜色哦，颜色的光圈那种。你看多份播放清单，短片哦，2000多部的短片，即将播送的直播影片。你看可以排放即将播送的，还精选频道，也可以选频道呢，推荐相关的或者参考的资料的频道，这叫做制定频道，然后浏览一览，就是这样啊。如果是
为新的网友还没有订阅的网友提供的画面就是这个。在网络上会看到有那个订阅2个字，红色的，劝人家订阅啊，鼓励人家订阅。网页连接功能也很好，要听那个大师说法，听法师说法，就按那个法师法音分享。左边你看那个，还有好多项目可以用。订阅内容的话，订阅内容，更多 YouTube 的功能。你看，有播放清单内容。有的还可以，你找到那个网络资源呢，你要查4K 影片、8K 影片、动画影片，按这里，你看重要的播放清单还会显示出来，重要的播放清单还会跑出来。有火狐的啊，火狐浏览程式啊，看 YouTube 影片比较节省记忆体空间呢。你看也可以列印呢，还可以存为 PDF 档。第一次要设定哦，存为 PDF 档，然后可以看看有多少页，4页啊。如果很多页都一起储存哦，还要看储存的空间够的话才能够储存。这个储存过程有那个网址的部分，打开储存好的。你看这里目前下载的，然后这个很多内容可以用，比如说可以找那个4K 影片，还是8K 影片，还是动画影片，还是什么主题的影片呢，都可以善用哦。欢迎订阅，叫做 TKT TV 一贯道前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要读经的影片也有，学中文的也有，学英文的也有，英文读经也有，闽南语读经也有。从播放清单去找，社会人文教育、资讯管理教育、应用艺术教育。所以说，有点类似包山包海啊，图书馆式的道佛仙网络大学，也可以搜寻道教的道佛。佛教的佛仙，大仙的仙，佛教讲的大仙是佛呢。你看白河有大仙寺，啊，台南白河有大仙寺啊，很有名啊。大佛仙网络大学，一贯道的超越宗教，超越儒释道耶会5大宗教，修道古老化，办道要科学化。它配合这个电脑科技网络，快速，而且超越时空，而且全天候、全年无休，来提供服务啊，大家。